屬牛嘅朋友留意啦，2026年你哋嘅運勢真係天堂與地獄一線之隔啊！點解咁講？因為喺八字入面，牛同馬係丑午相害嘅，害即係陷害，互相傷害，即係話你今年好容易遇到啲明面同你好聲好氣，暗啞底就督你背脊嘅小人，人際關係係今年最大嘅隱患。不過唔使驚，你嘅命宮超強勁，有紫微、龍德、國印三大吉星拱照。紫微係帝王星，國印代表權力，即係話只要你行得正、企得正，事業上會有大貴人提攜，升職上位掌權嘅機會非常之高。不過害太歲加埋粒暴敗凶星，運勢容易大起大落，賺得多可能轉個頭就輸清光。加埋粒天一星，出門要小心意外，特別係農曆6月同12月，千祈唔好投機啊！醒你一句真言，穩中求勝，以不爭為上，低調做人，等吉星發揮作用就可以扭轉乾坤啦。下一個同大家講講2026年好運爆棚嘅生肖虎，記得關注我，好運唔會走失路。我係吳富容，專業研究數字能量，亦都係數據形象力創辦人。